传统的木工技艺即阵渐渐咧衰微，为着要互囡仔会当了解木工产业，高雄5号国中的本土语言课程现场就有请师傅来用台语，教因免怎为茶做出一支笔，嘛互囡仔激头壳，伫咧因做这支笔顶头刻台语的俗语，勉励家己。左右较底，忙一届做无磨过，毋免一届磨较济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啊，做豆豆磨过就好啊。 老师伫台前示范，4科位啊学生拢真顶真听老师用台语来介绍木笔安怎做。5号国中即前万单机的课，邀请木工师傅专程用台语来教课，学生会当学习到一寡木工产业的思虑。尾啊，应该经一句台语言语去伫笔顶悬来勉励家己。我即摆功课无足好，希望4个月会使替我加油，我的功课愈来愈好。传统工艺甲迄个结合，会使互咱学到真侪物件。要做出一支顺手感的木笔，学生爱先将插头磨做家己介意的形。其实木工这项传统的手工艺，即马渐渐失传。做木工30年的师傅讲，传统工艺就是爱转型，互少年人用手来做，头脑思考，才会感觉原来传统的工艺嘛会当趣味甲创新。要互少年人搁再会当有遮尔大的兴趣。 其实需要一寡创新的手工艺，一寡创新的想法理念来带入去伫即个传统的工艺内底，安尼较有让互少年去接受。趣味的台语活动，毋但互学生学台语、讲台语，嘛是在传统的木工来欣赏这项工艺的水。记者将伊飞区招用高雄报道。